退學，工作室倒閉再重來。31歲嘅 Dominic Lewis 靠一台相機撐出屬於自己嘅光。原本佢喺美國 Drexel 大學讀軍官課程，2年後發現呢條路唔屬於我，毅然退學返屋企。佢用僅有嘅積蓄開咗攝影工作室，但9個月就被迫結業。失敗冇令佢放棄，反而逼佢重新思考點樣令攝影成為真正屬於自己嘅事業。佢開始喺網上自學印製 T-shirt， 又賣攝影周邊，慢慢建立咗個品牌 Photodome。2020年疫情，佢喺紐約簽下第一間小店，仲開咗GoFundMe眾籌，本來只想籌25,000美元，結果幾日內籌到4萬美元，就係靠呢筆錢，佢開咗全紐約少數黑人擁有嘅相機店。而家 Photodome 年營收超過8萬美金，仲成為攝影師聚集、學習同創作嘅地方。Dominic 話：相機可以記錄歷史，但更重要嘅係用嚟講屬於我哋自己嘅故事。你又覺得一部相機可以改變一個人嘅命運嗎？留言話我知啦，記得 follow 我，每次睇一個真實創業故事。